月13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自尊心好強嘅人，做事認真，非常之耿直，唔中意接受人哋嘅批評，好守信用，重視約定同埋承諾，討厭俾人限制，有少少嘅固執，唔會做一啲自己認為唔啱嘅事，責任感強，在意人哋嘅評價，唔會表露軟弱嘅一面，唔習慣求人，中意自己一力承擔。而喺感情方面，好認真，好專一，拍拖嘅次數唔多，好嚮往自由嘅戀愛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好努力咁樣打造一個理想嘅家庭，而嚴厲嘅態度咧，亦都會變得更加明顯，控制欲會比較強啲，屋企人咧會感到有少少壓力，可能成日會聽到一句咧，我做呢樣嘢都係為你好嘅咋。而性呢樣嘢又點呢？你中意主導，一反常態，同你平時嚴肅嘅形象咧係完全唔一樣嘅，大膽激情 ，enjoy 性愛，唔受傳統嘅束縛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責任感強，做嘢幹勁有實力，身邊嘅人咧對你評價都非常之高嘅。你想出人頭地，你想有權有勢，自由度高嘅工作咧，可能對於你嚟講會好少少嘅喎。太過規限嘅工種咧，冇辦法發揮你嘅所長。財運方面咧都 OK 嘅，但係記住一樣嘢，切忌貪啊！唔好因為貪心而改變你本身原有嘅策略，同埋千祈唔好做一啲極端嘅事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對一啲你決定咗做嘅嘢，但係做唔到，你會有罪惡感。好多時你怕呢件事做唔到嘅話咧，你自己就會產生壓力而去控制人。你嘅諗法、你嘅言行都會有少少道德綁架。建議令自己放鬆啲啊！唔係所有嘢咧都會喺你掌控範圍之內。